都好溫暖啊！咁跟住落嚟，我哋就進入第3章啦，叫做行動暖流啊！係啊，所以呢一份溫暖咧，我哋好好咁樣喺度延續落去。咁啊，相信咧今晚咧，我哋呢一個行動暖流咧，會感染到現場嘅好多位朋友啦。因為咧，關愛咧可以講係一個支點啦，佢哋存在我每個人嘅心裏邊，亦都可以係升華到我哋每一個嘅個人魅力上邊。咁今年嘅關愛故事會咧係更加推崇力量之美啦。咁喺過去嘅1個月啦，係關愛貴城咧建設督導委員會咧係選出咗12個唔同主題嘅關愛故事嘅。咁根據大眾投票同埋督導委員會嘅內部評議，係評選出咗最有社會推動力同埋最有社會價值嘅6個故事，給予丹桂勳章嘅獎勵嘅。喺呢個時候，我哋一齊分享下我哋丹桂勳章宣言。丹桂勳章，丹桂飄香，丹桂象徵和諧、榮譽、光華內斂、暗香撲鼻、歷久離香。關愛貴城建設督導委員會自2010年起設立丹桂榮譽勳章，授予積極投身貴城關愛事業，喺生活、家庭、情感上能夠傳遞關愛精神，行為同事蹟具有較強感召力同影響力嘅貴城居民同集體。好啦，分享完我哋呢一個丹桂勳章嘅呢一個宣言之後，大家感覺到佢嘅份量。嗱，大家知道阿大恩啦，成個細恩，細恩就係頭先出嚟同大家講呢一個注意事項嗰個就係細恩嚟嘅。有啲似係嘛？大家話點解大恩換衫換得咁快？其實係兩個人嚟嘅嚇。咁啊，大恩咧，其實我覺得大家覺得佢係呢個美貌與智慧並重啦，係嘛？唔敢當。我都唔錯，我咧就係美貌與智慧並重嚇。好有份量嗰種。但係即係點咧？其實我哋兩個今日係呢一個綠葉嚟嘅，因為真正嘅主角咧就係喺度咧，即將就要出現，因為佢哋要接受大家嘅表彰，同埋將佢嘅關愛精神同大家一齊分享。冇錯，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第一位嘅丹桂勳章嘅獲得者就會誕生啦。究竟係邊個咧？請睇大屏幕。詠春文化嘅推動線是2007年，葉問仲未將詠春拳打出國際，喺貴城蝶意社區已經有一位詠春師傅，每周從香港嚟到佛山，免費教居民詠春拳，以強身健體為目標，發揚自己堅持嘅武學精神。我唔想呢種文化失傳，都好多人誤會我嘅，甚至有啲係講到覺得，你可能一段時間之後開始會賣藥啦，或者係做一啲商業行為啦咁。其實我係除咗賣武之外咧，冇嘢賣噶啦咁所以咧都係希望大家去重視呢樣嘢，唔好俾佢失傳。自創逆追法，用詠春幫助殘障復康，從關注居民強身健體到關愛殘障人士復康。秦師傅嘅詠春拳揾到咗更大嘅傳承載體。有好多人嚟學嘅時候咧，都係一啲病患者，咁嚟問一個關於點樣可以做運動裏邊係能夠康復身體嘅咁我就開始呢個方向。我編咗幾套功法，其中一套叫逆追法，就係用我嘅武術去幫人哋康復，亦都係希望透過呢啲咧係發展弘揚呢個中國傳統嘅文化。佢長期往返於香港同佛山，佢認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希望更多嘅人通過習武改變身體嘅狀態，並改變心理狀態。我希望將呢個理念、呢個方向咧推廣俾大家嘅一啲嘅義工，因為如果你就係幫一啲病患者或者需要嘅人掃下間屋，或者係洗下啲衫，咁其實係幫唔到佢幾多嘢，但係令到可能呢個受幫助嘅人覺得係對社會一個負累，
如果改變下方法，令到佢嗰個身體改變，能夠自己去洗衫，自己去執拾間屋嘅話，我相信嗰個效果更加理想，同埋咧亦都幫佢融入，佢能夠融入呢個社會度。用功夫推動關愛，佢係陳志強。掌聲歡迎我哋第一位獲獎嘅朋友，就係關愛真功夫傳統詠春文化推動現代關愛文化嘅陳志權先生。文化嘅傳承需要滿腔熱情嘅推動，更加需要持之以恆嘅着力點，立足個人專長，懷有愛心，不論係關愛定係文化，都無孔不入。關愛貴城建設督導委員會為咗表彰陳志權先生喺推動傳統文化同埋殘障康復領域所作出嘅貢獻，特頒發丹桂勳章，以示褒獎。下面我哋有請頒獎嘉賓，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會長黎永開先生。唔該，黎會長。哇！見到現場咧，我哋阿陳師傅啲 fans，哇，揮舞，好多 fans 啊！其實再嗌大聲啲。應該咁啊，葉問啊，陳師傅咁啊。好啦，唔該晒黎會長，多謝你嘅頒獎。呢個時候我哋請陳師傅發表獲獎感言。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實我攞到呢個獎係有啲慚愧嘅。其實我係做咗冇幾多嘢嘅啫，咁將我多年嚟嘅練武時候理解到嘅一啲強身健體嘅方法，同身邊一班朋友去分享。能夠令到我幾年嚟樂此不疲嘅係一班朋友。咁我希望今晚同佢哋一齊分享呢個嘅獎同埋呢個認同。請各位有請各位師傅。啊，仲有啲係師母嚟㗎。呢班就係我哋嘅義工團隊。多謝咁多位。我呢度特別去介紹一個朋友俾大家識。佢呢個朋友咧係佢係細個嘅時候染咗腦膜炎引致嘅小兒麻痹，成長咗之後就更不幸染上咗扭轉性痙攣同埋一啲嘅脊柱側彎。咁佢係呢幾年裏邊咧係好自強不息咁去用心去練功，得到佢好大嘅對佢嘅身體嘅改變好大。咁如果你哋各位係醫護人員或者熟悉呢幾種病嘅話，你會發現咧佢係憑佢嘅雙手製造一個奇蹟。呢位就係阿蓮。阿蓮即係尤其是值得去講嘅就係話，最近佢身邊朋友同我講，佢成日去行上去7樓，去幫一位腳部有問題嘅朋友去推拿同埋教佢練功，我覺得係好感動。咁我覺得佢係一個我哋義工界嘅一個典範，所以我好希望同佢哋一齊分享呢個嘅獎同埋呢個認同。好多謝各位，唔該晒陳師傅，辛苦晒阿蓮姐，辛苦你哋。當然，正如陳師傅所講嘅，呢個獎係唔單止屬於佢個人，屬於大家，屬於阿蓮姐，亦都屬於頭先嚟到台上邊嘅所有嘅義工。再次用掌聲，多謝你哋，多謝你哋為我哋貴城嘅奉獻。義工有一啲好多嘅病患係醫院裏邊醫唔到嘅，裏邊有我有一班義工裏邊有小腦萎縮、強直性脊椎炎、腦癱、偏癱、紅斑狼瘡，講得出嘅都有。
但係佢哋而家係好積極咁投入呢個融入呢個社會，融入呢個關愛呢一個題目裏邊。好多謝各位，多謝晒，多謝晒。總之一句説話，無論有咩困難，你並不孤單。同時秦師傅我哋亦都有請秦師傅將紅色嘅船槳插到船身上面嘅，與住你哋係推動關愛貴城號前進嘅動力之一。多謝晒秦師傅，再一次恭喜你，亦都多謝你為我哋做出嘅所有嘅工作，多謝你。正如頭先秦師傅所講嘅，喺我哋咁多嘅義工裏邊，可能有個別嘅病係而家嘅醫學或者唔可以直接去治療得到嘅，但係通過民間嘅精神又好，呢個武術嘅好嘅力量好，令佢哋已經係進入咗呢個康復及至可以幫助人嘅呢個狀態，非常之難得。總之一句説話，無論遇到乜嘢困難，喺我哋貴城，你並不孤單。其實今次我哋呢一個章節呢，叫做行動暖流。喺頭先呢個環節裏邊，我哋感覺到真係一股股嘅暖流喺我哋心同心之間去交匯。我哋希望呢一種精神可以傳承落去啦。係啦，咁其實有一樣嘢我哋可以做嘅就係話現場呢，我哋再講一講呢係有呢個 WiFi 喺度啊。咁大家呢，如果係有習慣上呢個新浪微博嘅話呢，喺你呢一個留言啊，通常你發微博咪有個留言區嘅，你留言區裏邊打井關注2阿拉伯數字嘅2，即係2啦，2週年，跟住再一個井嚇，井關注2週年井係嘛？關愛221阿拉伯數字2週年一個井就可以咧同步睇到我哋呢一個微博嘅直播，同時咧希望將你所有嘅感觸，你對我哋貴城呢一個頒獎典禮嘅呢個感慨，同埋咧對大家鼓勵嘅語言咧，喺呢個微博上面大家多啲去交流，多啲去鼓勵，多啲激勵。係嘅，咁同時我哋跟住落嚟咧，要進行第二個丹桂勳章嘅頒獎啦。咁呢位主角咧，佢曾經係被標籤為弱勢群體，通過社會嘅幫助咧，係獲得咗重生嘅。因為呢一份嘅幸運，佢擔當從弱變強嘅勵志片主角，複製自己嘅經驗，成為咗活生生嘅教材，令到呢個曾經被冷落嘅群體獲得咗共鳴，有咗信心，心懷慈愛。更加重要嘅係獲得咗自強互助嘅愛嘅力量。好，呢個時候我哋一齊睇睇我哋呢一位獲獎朋友嘅視頻。